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1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恒大清盘，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前两天网上有媒体报道，房地产开发商央企把国企给告了。这个事情现在有了进展，这是界面新闻报道说，备受关注的北京126亿元地王项目操盘权之争以多方和解告终。11月16日晚，中建置地、中国经贸、越秀地产发布联合声明称，北京朝阳黄山木店项目是由北京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方兴益城置业与广州越秀、华城三家联合竞得并合作开发项目。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一封由北京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给广州国资委的举报信在业内流传，围绕北京普越项目，央企中建置地作为大股东，称操盘方越秀未遵循定价规则，对部分房源暗中调价。这个调价就是降价，越秀降价卖房，遭到这个央企的举报。为什么呢？因为它影响了隔壁项目的销售。据接近双方企业人士处消息，上述举报信的存在属实。目前项目各方股东正就该事件进行积极协商，争取妥善解决营销相关问题。表面上看，三方达成一致了，分歧消除了，三家联合竞得并合作开发项目。但是既然你举报了，得有个说法，很多网友都持此观点，也就是说，那你举报要么举报属实还是捏造的，不能因为三方现在又坐到一起，那举报这个就一风吹了。大家经常问说，开发商盖了那么多房子，卖了那么多的楼，钱去哪儿了？很多人问，中国的房地产吸引了那么多资金，钱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烂尾楼？钱流到哪儿去了？我看网上有个博主叫凤鸣阁历史台，他拿着这个万科的财报做例子，试图解释钱到底去哪儿了。说买房卖房的人都是负债，因为咱们韭菜买了房不都是欠银行按揭贷款吗？负债，这个就是说你从银行借了钱，你把钱你给谁了？钱去哪儿了？按理来说你这钱给开发商，开发商不应该缺钱，怎么开发商也负债？所以钱去哪儿了？万科12年财报准确的告诉你。大家看视频。前一段网络上有一个段子流传的很广，就说中国的房地产现在的情况是，卖房子的欠了一屁股债，买房子的也欠了一屁股债，卖地的也欠了一屁股债，这个钱都跑哪去了？那么最近有一个关于万科财报的一篇报道，也就是万科公布了它历年的财务报表，而这个财务报表当中涉及到从2011年到2022年的详细数据，然后从这个数据当中你就能看到万科的钱去哪里了。我们讲事情一定要讲根据，讲事实万科的这个财报是铁的事实它这个财报当中透露了一些细节，挺有意思，我不能全说，全说了可能就播不了，我呢只是给大家点到为止。从2011年到2022年12年间，万科卖房子一共收到了34791亿元，也就是说他12年时间他卖房回款是3.5万亿。那这个钱都跑哪里去呢？我们看一看第一部分是分红，分红分了906亿，也就是12年时间分了906亿元。这个分红占它总收入的比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来我们都认为这个资本应该收的很多大家对资本都有这种看法，拿的钱是最多的，不劳而获。结果它占的比重只有 2.6%， 也就是股东分红、资本分红 2.6%。第二部分是支付给员工的工资，12年时间员工工资拿走了1197亿元，占比是 3.44%， 比股东分红多了一点点，也不高， 3.4%这个比例是很低了。我们再看第三个是给的银行的利息，原来都说银行利息拿了不少，等到你看了这个比例发现拿的也不是特别多，拿了1780亿元，
占比在5.12，但是比工资高，比这个股东分红高，这个是高一点，但是也没有高的离谱。也就是说，银行拿走的钱也不是说让人想象的拿的特别多。第四部分是一个大头，也就是供应商材料款，他们拿走了12248亿元，总占比是35.2%，这个比例比较大。那这个可以理解，你盖房子你用人家的钢筋、水泥、原材料，这个肯定是要花钱的，占的比例在35.2%。那么后面我们再看啊，我就不说了，往念就行。土地是花多少钱呢？土地出让金拿了12172亿元，占比例在34.99%。大家看这个比例，也就是将近35%。员工的工资拿了3.44%，股东分红拿了2.6%，土地出让金是拿走了34.99%。第六项是税费，税费拿了多少呢？4647亿元，占比例是13.36%。大家从这个万科的这个财务报表当中，12年的累计计算，它这个比例分配，它这个钱的去向说的是清清楚楚。坦率的讲，员工的工资的确是太低了，因为员工是创造价值的，才拿到3.44%。别的我们也不好多说，我们不能像那有些所谓的专家在那瞎说一气，不拿数据。这个数据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你把它这几个花钱的地方，几个钱的流向合并一下，买地大概35%，税13%，那就是48%，也就是将近50%是流到一个地方去了。什么地方大家知道？也就是说，这是万科，大概是这样的。开发商造房子、吹泡泡，最终那个钱一半是流到一个地方去了，剩下的大头就是供应商，你就可以理解成盖房子成本，材料商、承建商占30几、33%，实际上大概就给我们勾画出咱们房地产这钱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楼市一低迷，大家都缺钱，韭菜没钱，开发商要破产，就暴雷嘛。地方政府缺钱，地铁没钱修了，工资也发不出来了，公交路线要砍了。你看房子一卖不动，是不是这个情况？我们再看看这个楼市情况。瑞银2025年11月12号又出了一个房地产的研报，它这个研报可以说对咱们这个楼市看法是比较负面的。这个我们要以一种批判的态度看看瑞银它是怎么唱空咱们楼市。它这个报告标题叫《中国房地产市场预期发生基础性改变》，作者就是瑞银地产首席分析师和他的团队。第一个，他结论，他说见底时间推迟2年，2027年仍不触底，下行周期至少延续至2029年或更晚。瑞银以前他认为出的报告，他认为咱们是2027年见底，就是楼市。现在他又给推迟2年了，没有跟任何人商量，他也没有什么请示汇报，他就擅自把咱们见底时间推迟2年，推迟到2029年。居心不良应该找他谈话。第二个，他说从当下节点算起，房价仍有38%的跌幅。我记得咱们这个1、2线城市从最高点到现在跌了40%了。那个瑞银的意思，从现在开始算起还得跌40%，就跌38%。全国平均房价再跌38%，它是模型测算出来的，这个比市场更悲观。就在现在基础上还跌38%，我们已经跌了40%了。这些海外机构，我记得上个月还在唱多咱们楼市，金九银十，唱多中国资产，怎么这才几天，感觉画风突变呢？对吧？一下就悲观起来了。而核心逻辑是什么呢？房价预期已根本性转变。过去2009年到2021年，现在2024年到往后，房价见底，说上涨预期自我强化到下跌预期持续兑现，投机驱动资产价值回归租金现金流，租金止跌等于房价见底的前提。说当前关键指标2025年11月指标数值含义，它是一线城市租金回报率 1.8%， 远低于房贷利率，房贷利率 3.1%， 利差倒挂反向套利，租金同比10月就去年的10月下降了3%，持续下跌，无企稳迹象。这个我想
很多在1、2线城市有房出租的人应该是感同身受。二手房价格预测，2026年下跌10%，2027年下跌5%，短期累计要跌15%。说根据香港经验，课代表阶段租金回报率比这个按揭利率、房价走势，说2009年到2018年高于持续上涨，2019年到2023年倒挂持续下跌，2024年第4季度起租金上涨，利率下跌，正利差企稳回升。确实，香港楼市似乎连续几个月已经稳住了。当然了，这后面是不是要回升，还是说稳住了再往下来一波，这不好说。他预计咱们的房价还要跌38%，是怎么算出来的？它是有个测算模型，这个模型叫房价等于未来租金现金流比上房贷利率减租金增长率。当前问题是租金持续下跌，利差为负。结论说房价需要大跌，租金回报率回升至3.1%，才可持续销售面积。预测下调年份调整幅度。总之，瑞银的报告他就认为租金不涨，利差不倒，房价难保。总结出一句话，就是2029年前房地产很难见底，房价再跌38%。瑞银的判断显得就很悲观了。如果一味的按照租金算法啊，我认为是刻舟求剑呢。结合我们现在要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现在有很多人从城市里面回流。现在正好年底了，很多人本来找不到工作，城里也待不下去，提前回家过年了，你也不知道他回去干啥。总之他没打算再走了，有这样的。也就是说很多城市人在返流，你租金怎么涨呢？现在各个城市不缺房子，供大于求，尤其是现在年轻人还有很多找不到工作的，有些农民工他都在纷纷撤离城市，这样极大的缓解了城市租房压力。那在这种背景下，再加上这个大家收入也不好，所以租金这很难涨，租金只有下跌。还有一个，如果说他认为租金回报率跟这个按揭贷款利息差不多，房价就稳住了。那我们换种思路，那你可以把这按揭贷款利息搞下来啊，你把按揭贷款利息搞到1%，那租金回报率不就等于这个按揭贷款利率了吗？那房价不就稳住了吗？所以这说明他算法就有点刻舟求剑，我总感觉不那么靠谱。本质上你说房价什么时候企稳，还是看大家的收入。如果大家收入稳住了，那房价自然它就会稳住。因为住房毕竟是刚需，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日本，咱们老说消失了30年，它楼市泡沫破裂之后经历了4个阶段，我们看看是不是跟咱们有什么异曲同工之妙，或者值得借鉴。这是格隆会发的一个叫图解1985到2010年日本房价降价4部曲，也就是日本的房价崩溃，它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波降价，说是房企撑不住，新房开始降价，房企回笼资金，二手房因为房贷及购入价格不想亏钱降价，造成二手房有价无市的局面。第一波是房企开发商主动降价，因为他要把房子卖掉回笼资金，要不然他要暴雷，这个大家都经历过了。但是二手房房东扛住，他不想赔钱，那行，那你房子也卖不掉呗，你标了价格没人成交，就这么个逻辑。那第二波降价是经济形势不好，还不起月供的房子变成了法拍房，银行回笼资金，降价集中上市，房价进一步下跌。那有点像现在咱们这个银行直供房来了，法拍房越来越多，你感觉第二波是吧？有点像了吧？现在我感觉是第二波，银行直供房都出来了嘛，地方国资委开始卖房了。这第三波降价是二手房降价，一些投资客看到市场真的没有希望了，亏钱也跑完了，渣都不剩了，造成了第三波砸盘。这个是咱们要看的。我也一直在说，最近你刚需房，好多人一套房他就忍住了，只要他没失业，他有钱，基本上他闭着眼还按揭贷款。但是很多投资客他扛不住，希望没了，也看不到什么救市措施，也看不到什么大招，真正的变成绝望，他们那就要出货了，砸盘。这是第三波砸盘。那这个我想大家可以关注二手房挂牌量是不是在急剧上升。第四波是日本1992年房产税的开征，经济形势不好，多余的房子租出去还要交物业费、房产税，房产彻底沦为了负资产，这就造成了人们把多余的房子不计成本的降价抛售，形成了第四波降价。这是格隆会搞了一个1985年到2010年日本房价降价4部曲，好像咱们亦步亦趋。最近不是传言就是有前高官说房地产税嘛也开征嘛，
怎么说？不是真要开征，至少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怕什么来什么。这个叫惊弓之鸟，很多炒房的，首先几套房的本来就是受煎熬，现在你又提房地产税，这个对他们来说达摩克利斯之剑。当然，现在我看有媒体报道说，很多媒体误解了前财政部部长在财新峰会上讲话。这个完整的意思就是前财政部长楼继伟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房地产税法的起草工作已经完成，就是税法起草已经完成了，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正式通过，交给国务院试点。那这个意思完全就不一样了。目前试点的效果不就是在上海和重庆吗？可以这么说，房地产税在上海和重庆的试点效果应该不会太理想。如果试点的非常好，那早就推广了。上海和重庆自2011年启动房产税试点以来，这已经14年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以上海为例，针对新购2套及以上住房征收 0.6% 的税率，对市场影响甚微。重庆主要针对高档住宅征税，年税收对地方财政贡献占比极小。所以目前看，虽然媒体都在炒房地产税，但是咱们实话实说，房地产税离我们还远。刚才说到香港楼市，根据中原地产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香港楼市以普通话拼音登记的买家录得11290宗成交，占私人住宅总成交量的 24%， 就是1/4，比上年同期增长 20% 以上，总金额达到1097亿港元。香港的楼市连涨4个月，但是目前香港的楼市离它的最高价大概2021年的时候，那也还是跌了 26%。那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是香港楼市似乎稳住了，那对我们内地市场有没有什么帮助，能够带动内地市场，尤其是大湾区那几个城市，深圳、东莞、广州、珠海。但是我认为香港楼市复苏或者叫企稳，不一定能够带动内地楼市的复苏。我只能说它为内地楼市的复苏，比如深圳房价企稳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就是它不跌了。你想，如果香港还在喋喋不休，那你深圳就更难稳住。但是香港稳住了，就不代表你深圳也就稳住了，因为香港和内地的楼市房地产的逻辑不完全一样。香港实施的是联系汇率制度，它是跟美元绑定的，而且它资金进出自由，所以这些等等的，所以说香港跟内地并不是一回事，虽然都是房子。乐友家研究中心它公布了一个数字，什么数字？去年10月份开始，这不是出了大招嘛？都是一个最重要的招，就是降低首付的比例嘛，从 20% 降到 15%， 从二手房是多少 30%， 降到跟一手房一样。那这个到底有什么成果？这不是1年过去了吗？这个乐友家研究中心他发现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深圳二手住宅首付成数占比，深圳商品住宅 15% 首付推行满1年，那么买房的人怎么选的呢？ 24% 的居民选择了 15% 的首付， 46% 的居民选择了 30% 甚至以上的首付。实际上这个非常符合韭菜的心理，符合逻辑。怎么理解这个事？也就是说，你看大部分人还是买首付多的，表明什么？一，他既然买房，他不想高杠杆，因为你15%的首付呢，杠杆就更高。一个不想高杠杆，第二个不想背太多的利息。你首付越高，实际上你付的利息就越多，你的贷款就越多。从这一点说明，首付不是这个楼市低迷的原因，或者叫主要原因。你把首付搞多搞少，对楼市起不到促进作用。所以每次你看从 20% 降到 15%， 也没见楼市多卖了几套房。而且现在韭菜不买房，也不是说他真的就是口袋里没钱，毕竟很多人是在观望，他是预期不好。所以说你把首付从 20% 降到 15%， 从 30% 降到 15%， 那照样大部分人还是选择 30% 的首付。网上我看有人说，财联社报道说，建发房产发布的一则海报信息显示，建发房产与南宁部分银行合作，购房者购买建发南宁相关楼盘，子女作为共同借款人，最长可贷至100岁，贷款年龄最长达到100岁。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广西南宁跟建发合作的。置业顾问说，为接力贷，目前已可操作，
需子女作为共同借款人。你看你买房子，你叫子又有孙，孙又有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你还不起可以让你的孩子还，你的孩子还不起，你可以让孩子还，这个可以延至100岁，房贷可以还100年。怎么说？我记得好像咱们签很多屈辱性的不平等条约啊，割让这里，租让那里，这一般都是99年，大家有印象吗？怎么房贷还搞个100年呢？可见这房子难卖。这第二个，刚才深圳的经验，深圳的数据已经说明了，你这么整没有效果，没有意义。你贷100年，那不就是利息更多吗？对吧？玩这些花里胡哨的，不如降价，实实在在。最后我们再看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一个豪宅拍卖，近日某拍卖平台上上架一套位于杭州市拱墅区环城西路8号西子公寓的住宅及地下车位。截至目前，已吸引151人设置提醒，近4000人次围观。这套房源建筑面积448.67平方米，妥妥的大平层豪宅，是整个西子公寓唯一的一套顶楼大套，起拍价9800万元，折合单价21.8万元每平米。这个房子这个奇特在什么地方？奇特在它客厅西侧整面墙都是落地窗，窗外就是西湖、什么断桥、孤山、雷峰塔，一览无余，且无任何遮挡，堪称西湖观景台。这个房子啊，目前在租金是75万元一年，一个月大概6万，一天2000块。最近豪宅拍卖也越来越多，上海拍电视剧的、拍繁花、拍什么32亿的独栋，拍了4次了还没拍出去。广州的什么铜钱大厦是吧？广州园拍了3次，拍不出去。那杭州的豪宅看看能不能拍得出去？这个是绝对的稀缺户型，就这么一套，你想要没有了。这个豪宅说它保值，这个确实值得打个大大的问号。一面是豪宅的日光，这新盘30万一平的，1.6个亿一套的，那都是日光盘；一边是二手的豪宅卖不掉。你看那个网上不是王思聪上海的豪宅卖了1年半了还没卖掉，不停的降价。也就是说，这些豪宅恐怕流通性更差呀。现在年底了，又到了讨债啊、要账、要应收账款的高峰期了，跟供应商要钱，各种手段都要用，好要到钱回去给工人发工资，回家过年。估计这样的报道会越来越多，因为年底了，这些讨债大军各种手段都要用。杨白劳、黄世仁那一套又要上演了，钱去哪儿了？答案不言自明。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